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郭偉成洪染基。今日咧又同基哥講講時事熱話啦。今日咧我哋就希望講一個題目咧，就係有關雲福苑聽證會嘅內容啊。咁啊，大埔雲福苑咧個大火咧就喺上年就造成至少168人死亡啦。當中咧有唔少嘅民間嘅聲音啦，學者又有，傳媒又有，都係希望了解事件嘅真相。去到3月19號咧，獨立委員會咧就正式開咗第一場啦。當中咧亦都揭露咗好多即係令人嘩然嘅一啲嘅事件嘅內容。咁我哋不妨咧就分5個部分嚟講啦，5個比較大嘅部分。第一咧就係棚網唔阻燃啦。第二就係工地裏邊咧有工人食煙嘅問題啦。第三就係逃生通道嘅窗戶被改裝啦。第四就係火警警報咧被關閉啦。第五咧就係消防喉轆咧都被關閉嘅。呢5個問題咧就係完全係顯示出係全部都係人為嘅疏忽啦。即係話呢5樣嘢咧，仲係你話咁啱得咁巧啊，還是係因為做某樣嘢而同時間都要特登即係有意地咧，係將嗰啲嘢係處理咗咧，而造成因為咁多樣嘢都同時出現，造成一個大災禍。咁啊，引用翻網上咧都有啲網民就話，有套電影嘅台詞都好適合嘅，就係 Everything is wrong 啊。即係所有嘢咧都喺呢個時間點錯晒。我立法會有另外一個嘅台詞嘅譯本喎，係咩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咁好明顯啦，事件就係完全係不受控啦。到一刻就當呢5個問題咧，其實都牽涉咗咧幾個政府部門嘅，包括房屋局嘅獨立調查，房屋局嘅獨立審查組啦，勞工處啦、消防處啦同埋屋宇署咧，全部部門咧都有唔同程度嘅責任咧喺呢5個問題度。咁不妨我哋呢5個問題做一探討啦。好啊。講第一個先啦，就係棚網唔阻燃。呢個亦都係雲福苑嘅居民啦，甚至好多市民咧都係講咗好多次㗎啦。呢個就係喺呢個喺呢個獨立委員會之前咧，已經唔少嘅傳媒咧，甚至係一啲嘅社區嘅人士咧，都爆料話雲福苑嘅棚網咧喺好早嘅期間咧已經被獲悉咧係不阻燃㗎啦。而且亦都有事件發生嘅1年前咧，就已經係有市民咧係將一啲嘅棚網能否阻燃咧係去測試過，交俾有關政府部門，都話咧提醒政府部門，喂，有問題喎。直至呢個獨立委員會嘅官方內容啦，我哋稱之為官方內容公布後咧，就會有官方嘅定性啦，就係終於定性為呢個棚網係的確存在造假問題嘅。當中咧，雲業嘅董事咧，當然係最大責任啦。佢係將一啲非阻燃嘅棚網，就講為係阻燃嘅棚網，蒙騙居民同埋蒙騙呢個所謂嘅各界啦。咁當中咧，房屋署嘅 ICU 啦，佢都有巡查嘅喎。但係巡查之前咧，喺呢個聽證會度咧，竟然爆出係通水喎。即係話我聽日即係同個承建商話，我明天咧就會嚟查啦，O 唔 OK 咧？咁佢就 OK。咁預先咧講完 OK 咯，即刻咧將接近地下嗰啲棚網咧就換成由一個非阻燃嘅棚網換成阻燃嘅棚網。當 ICU 去調查嘅時候咧，佢就燒咗啲阻燃棚網，過關。我哋先一路討論一下咧，就係有官員去巡查通水咧。其實我哋做地區議員咧，呢幾十年裏面咧都有聽到嘅。特別係房屋署嚟講啦，即係每一次聽日有大人物嚟咧，今日咧就突然間全面地大清洗地啊，就係掃垃圾啊，乜嘢都搞到乾乾淨淨。咁你好明顯就係呢個係通水啦。但係通水係令到房屋署嘅下面嗰啲即係改翻整翻乾淨嘅屋邨啦咁。但係呢個就通水之後咧，即係可以你話令到嗰個即係公司啊等等甚至係保安嘅公司啊、管理公司可以早1-2日預備好，做得咩都好咧，都係總之係嗰個貴賓嚟到之後咧，個印象 OK 嘅。即係平時一般嘅我哋覺得唔係幾好睇喎，咁嗰啲嘢就見唔到啦。另外啲情況咧，我哋都遇過咧，就係捉小販啦，即係無牌小販。即係話咧係某個部門啦，我哋要去某條街啊，特別嗰條街咧無牌小販嗰段時間係好差，咁佢又會去捉。
但係之前咧就硬係有啲小販咧，就好似事先知道，誒聽日有事咧，聽日唔好出現啦咁又真係咁拉喎。但係佢都拉到人嘅，但係就有啲人咧就永遠都拉佢唔到嘅。咁即係以往我哋做地區議員都聽到好多啲咁嘅嘢，但係個問題聽始終係聽，我哋冇啲白紙一字嘅證明啊嘛。係，但係我原本我都預咧都會有類似咁嘅情況，即係通水呢樣通水嗰樣。但係今次咁清楚一個白紙黑字嘅情況咧，咁當然呢個係捉到中啦。咁當然我哋民間都知道有呢啲咁嘅所謂通水，咁政府部門係咪又唔知有呢啲通水咧？還是佢自己都通水，所以就知道都常態嚟噶咯？於是就當常態唔理啦。其實都好同意基哥啱啱所講啦，有部分嘅政府部門咧行動之前咧就所謂有個默契啦，即係通知對方啊或者係涉事嘅人將會有呢個行動。但係咧通水係一部分，但係嗰個工程商、個承建商造假咧又係另一部分。咁佢同佢講咗之後，俾咗個機會，有時間佢去造假。因為佢係唔係好似啱啱基哥所講嘅情況，佢係做翻佢正常嘅本分啊嘛。佢係以一啲非法嘅行為去掩蓋佢自己錯失嘅地方。另外咧，嗰個 ICU 咧去到咧，又真係淨係聽晒個承建商講，即係佢去邊度查，又唔會去自己突擊又去查下高層少少嘅，中高低都查。係啦，中高低都查，又前後左右都查。又淨係聽晒對方講話啊，查呢度啦，查完啊 OK 冇事，咁就俾佢過關。呢個就係通水之餘咧，佢哋有缺失嘅部分。我覺得呢個通水咧本身咧係，就算你話唔係犯法咧，我又覺得係違規嘅。因為當你俾某一啲人知道咗之後，嗰個人咧又係好老實嘅，老實過老實嗰啲人咧，咁啊 OK 啦。但係稍微有一個，我就算1萬個有一個唔老實。有1萬個有一個犯規，你都令到呢一個咧係你係放佢走嘅，係主動放走佢，主動叫佢繼續犯法。呢個效果係咁樣啊嘛。而當然呢個效果，如果你有咩頭先講屋邨清潔啊，或者捉小販咧，係冇死人啊。但係今次嗰個問題咧，係講緊係維修啊，講緊防火啊，呢啲樣樣都可以有機會死人。而你有機會死人之下，而政府嘅負責部門係冇諗過1/1000嘅可能都不應出現，呢個係咩咧？係政府負責嘅部門嘅職員嘅價值觀嘅行政處理，同埋係呢一個我哋一路話香港嘅公務員咧係世界一流，而一流到係特登有漏洞，解釋唔到啊，大佬。而涉及棚網造假另一個部門咧，就係所謂勞工處啦。勞工處咧，亦都係收到雲業所提交嘅假證書啦。因為佢係以一啲非阻延嘅棚網換成阻延棚網，所以佢嗰啲證書係假嘅、偽造嘅。而佢哋亦都未實地考察過成個工地現場啦，就批咗佢呢個棚網為呢個阻延棚網，亦都係令到成件事咧係令到個火勢蔓延得咁快嘅主因之一。呢個係咪有政府部門解釋話，但係全香港但係1000幾萬都唔知幾多萬啊嘅維修嘅嘢，咁我點啊？我真係睇文件嘅啫喎，我點可以個個都走去查？除非政府俾多2、3、4倍人手我啦，咁我得咁少人手，我就只能夠睇文件嘅啫喎，哥。咁呢個答案你又接唔接受咧？呢個當然不接受啦。咁首先第一樣嘢咧，佢個假證書咧，其實就係遞交翻佢24年曾經遞交嘅證書，即係證明咧勞工處其實係有底嘅。即係佢收多一份同樣嘅證書咧，可能就係改咗日期、改咗時間，但係咧個內容咧理應係一樣嘅，即係收咗重複嘅假文件。第二咧就係未進行一個實地考察咧，都係證明係敷衍了事啦嚇，因為你一個政府部門俾一個承建商聲稱話呢個係一個合格嘅，你又淨係相信一個證書，仲要係假嘅證書，加上唔去主動去做一個實地考察咧，呢個都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問題。政府部門當係一啲好似讀書咁樣，即係你交畢業論文啊，睇下你啲邏輯啊啱唔啱啊，啱腳點啦咁樣，即係寫好容易啱嘅，邏輯啊寫好容易嘅，1+1等於2，2加2等於4。但係當你讀到去之後，原來唔係1+1啊，大佬係原來1減2啊，等於負1啊。咁呢啲你咪淨係睇文件睇唔到咯。但係個問題就話，你政府真係如果去到真係唔夠人手啊，係唔係可以定一個價錢嘅標準咧？譬如話你低過1萬蚊咧，我就淨係睇文件噶啦；多過幾多萬咧，我就要咧就係睇下啲文件嘅真假啦。再高過某個錢，譬如你
講緊你幾千萬幾億，咁你係咪真係要落實揾人落去睇咧？即係你咁大規模，譬如恒福苑咁樣8座大廈，佢呢個定係大規模啦，你點可以淨係靠文件睇個學生點寫喎？個學生梗係寫到1+1等於2啦。咁呢個 ABC，你公務員咁有經驗，竟然睇唔到睇唔通，呢個又係違反我哋嗰個公務員，香港公務員係全世界最好嘅，行政上面做得最啱嘅。呢個真係 ABC 都錯。好，咁啊，關於個爬網造假，單單一個事件咧，已經牽涉多個政府部門啦。關於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工地裏面有工人食煙啦。咁啊喺大火之前，其實有唔少嘅居民咧都影到有工人食煙啦，喺個工地度亦都係多次咧投訴啦。而呢個聽證會咧，亦都初步咧定性咧係由煙頭引起嘅。事實證明咧，係工人食煙咧係一個好大嘅原因咧，係導致呢個雲福苑火災啦。工人食煙呢個問題咧，亦都被市民居民多次投訴啦。咁負責嘅部門咧就係勞工處。勞工處咧就聲稱咧巡查16次，都冇一次見到工人食煙。當然呢個又唔知佢有冇涉及通水嘅情況啦，即係話我明天會嚟驗下啲工人有冇食煙啊，你哋睇住啊，執生啊咁樣。呢個又唔知喎。之前可能都冇諗呢樣嘢嘅，但係原來有通水呢個事真正發生過嘅話咧，你就不難令人咧就係理解咧，即係通水係一個常態。咁勞工處係咪通水？所以勞工處係次次咧都揾唔到，但係啲街坊咧唔通水咧，就次次都揾到喎。咁呢個次次揾到同次次揾唔到呢個矛盾咧，你問我信邊個咧？我就信街坊，同埋有片影出嚟嘛。冇錯。咁於是我又問勞工處有冇再檢討下，甚至點解如果假如真係有通水嘅話，呢個唔係今日㗎啦，即係呢幾十年嚟呢啲咁嘅陋習，呢啲咁嘅通水，點解負責嘅基層職員係會咁做？第二，管佢嘅頭點解係唔知？第三就係個部門嘅頭係真係有冇睇下自己，監督下自己，監察下自己下面每一樣嘢嘅工作，有冇抽樣查下佢哋嘅咧？特別啲嘢記住喎，呢啲係攞命㗎。冇錯啦，喺工地食煙呢個咁危險嘅事情啦，咁有咁多影片嘅佐證咧，勞工處都係16次咧，都係唔知佢係真睇唔到定係假睇唔到啦。都呢個即係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勞工處咧仲話咧呢啲公眾安全嘅事項咧唔屬於佢嘅職權範圍，轉介咗俾消防處。而消防處咧亦都話呢個係屬於勞工吸煙嘅問題喎，亦都唔關佢事喎。呢個波咧就喺勞工處同消防處嘅兩邊咧就踢來踢去。咁跟住踢完之後咧就不了了之啦。嗱，呢啲咁嘅情況咧，我哋做地區議員嘅時候都經歷過。咁當時我點處理咧？就係我簡單快脆講，就係有間屋麗閣村火燭。咁咧火燭之後咧就係求助房屋處，喂，大佬燒咗之後我冇得住啊，可以即刻安置我。房屋處話呢啲咁嘅安置咧，原來要揾福利處，我哋同福利處傾啦。咁同福利處講，你哋房屋問題又唔關我事，嗰啲房屋處嘅喎，咁踢嚟踢去，咁卒之嚟到我嗰度，我點咧就係我同一時間就 call 晒房屋處同埋福利處，加埋嗰個災民，3個坐晒喺度，喺房屋處嘅辦事處、地區辦事處。房屋處話你話要福利處負責，唔該福利處，你幫佢手，叫佢睇出安置。咁於是福利處話，如果房屋處都證明嗰笪地方唔住得，我哋可以做睇安置咁啊。咁我哋問咗房屋處，如果佢肯俾睇出安置，你係咪即刻幫佢揾間屋響深水埗？房屋處又話哇，咁跟住我係第二個問題係錢啦。佢冇錢，我而家燒毀晒啲嘢咁樣，咁即係開飯都冇，有冇錢可以俾到佢哋咧？咁初就係福利處申請啊，要大陸仲申請，聽日已經餓死啦。跟住原來又可以救急喎，即刻咧就可以唔知邊度揾到基金咧，就係俾住300幾蚊佢頂住檔先，頂住2-3日。嗱，原來當啲部門坐埋一齊嘅時候，就可以出一個咁嘅結果出嚟，於是即刻解決咗呢個街坊嘅住食同埋即係生活費嘅問題。我有問咧，就係話其他嘅政府部門咁推嘅時候咧，當然我要提醒啲街坊，有一種人可以幫到手嘅。當然我希望佢幫到手啊，就係議員。議員冇晒呢啲所謂包袱啊，我部門就淨係做呢啲啊，佢部門做呢啲，而嗰個議員咧將佢弄埋一堆，你搞掂佢。咁當然議員有冇咁嘅興趣、咁嘅能力、咁嘅魄力去幫街坊咧？呢個係另外一個情況，我哋要睇下將來會唔會有議員肯面對同埋面對到啦。但係以前我哋真正地做到呢啲個案，冇錯啦。呢啲所謂嘅推來推去咧，都體現到一種官僚主義啦，即係話呢 part 唔係我負責，
咁啊請你揾另一個部門啦，另一個部門啊，咦都唔係我負責喎，咁啊你揾翻嗰邊部門投訴啦。咁咧居民俾人當波咁踢嚟踢去咧，一來咧就係肯定係好挫敗啦，二來咧問題一直未得到完善解決，促成咗黃福園大火。咁呢個當然啱啱基哥所講，需要一個促進者啦，去調和啦，去安排咁多部門坐埋一齊。同埋如果當區嘅議員都知道有咁嘅情況咧，當區議員可以主動，冇錯啦，即係唔需要等到有街坊向你求助，你睇到兩邊推嚟推去咧，你就可以主動，特別係當區嘅立法會議員，主動地咧係捉住兩個部門。點解我話當區立法會議員？因為立法會議員嘅身份咧係比區議員高，亦都係比等同即係處長級甚至局長級嘅身份。咁你個身份咧就容易咧係協調到相關部門走埋一齊。關於工地食煙咧，就啱啱講到咁多先啦。咁啊，另外有3個問題都可以合併咁講嘅，即係關於個逃生通道嘅窗戶被改裝啦，成為一個山口啦，而山口嘅材料咧竟然係木板嚟嘅，木板咧就助燃嘅，就令到火勢更加蔓延。另外就係火警警報被關閉、消防喉轆被關閉咧，呢啲通通咧都涉及消防處嘅職責範圍。但係咧消防處咧就話呢啲係即係防火結構咧不屬於佢嘅職責，淨係監管咧噴水器同埋警報器。都係有問題喎。如果佢話監管警報器，佢係火警警報被關閉咗咁多日子，嗰個關閉使唔使申請嘅咧？即係還是係有人中意關閉就關閉，你咁佢冇咁大嘅權嘅咧？如果冇咁大權，佢自己走去關閉，呢個一定我覺得係犯法。如果佢哋知道自己冇呢個權，曾經知會咗相關嘅部門咧，咁呢個相關嘅部門就有責任咯。呢個係有接受呢個申請嘅，佢係俾佢繼續延期，一直延期去到即係相關部門容讓佢關咗佢。冇錯，而佢又冇計算到，即係嗰個容讓係唔係一日半日、一頭半個月，係幾個月。冇錯。咁樣咧就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政府部門咧就假設基本上呢啲係唔會有火災出現嘅，即係同火災無關嘅一啲工程，所以就由得佢繼續去做啦。咁但係呢個係咪真係太過自己即係自我幻想咧？做咁大嘅工程，樣樣嘅危險都有機會出現，你唔顧1萬都顧下萬一啊嘛！你俾佢關閉1日，我估1萬冇問題。你估翻2日，9000冇問題。1個月可能8000冇問題。但係當呢個時間越嚟越長嘅時候咧，個萬一就越有機會出現。你係容讓呢萬一出現，而今次真係出現萬一。作為政府官員又唔係諗得太過係，你話粗疏，你話佢幼嫩，話佢無知，但係你唔可能個工程一路咁做落去都容讓佢關閉呢啲防火嘅嘢，呢一定會出現萬一。消防處呢個咁嘅批核咧，不停俾佢延期咧，佢就一方面承建商就話為咗工程方便啦，另一方面咧亦都反映消防處咧，即係入邊嘅人係咪真係缺乏一個簡單嘅火警逃生常識咧？即係一個全座大廈嘅火警警報被關閉、消防喉轆被關閉、逃生窗戶咧又被改裝，呢啲可以走得甩、可以逃生嘅全部嘅輔助設施咧都冇晒，都可以俾佢延期。呢個係即係有少少出乎意料，係唔係常人可以理解到嘅事，仲要係消防處批准嘅。呢啲正正係常人愚蠢嘅做法，完全冇專業。呢個肯定係後續咧都需要唔同嘅部門咧需要一個問責啦。呢個聽證會咧都持續緊嘅，咁我哋期待未來更加多嘅真相公布啦。咁去到聽證會嘅首階段啦，有一啲傳媒咧，即係除咗關注聽證會本身嘅問題之外咧，都關注一啲立法會議員嘅一啲嘅發聲嘅。但係奇怪嘅就係咧，聽證會出現咗幾日咧，都未有一啲嘅立法會議員咧有啲嘅評論，甚至係有啲冇晒聲氣咁當然啦，有啲立法會議員咧就話依家咧政府其實都係叫做聽證會期間，每日都有新嘢嘅。依家評論咧唔係咁適合，又點睇咧？基哥，我日日都睇到聽證會之後咧，啲街坊出嚟評論嘅，甚至出嚟鬧嘅，係咪嗰啲街坊唔應該出聲咧？唔應該鬧咧？唔應該評咧？你睇評乜啊嘛？即係當然你話評整件事件嘅大局有啲咩問題，大局政府有啲咩要改善，呢啲可能真係要等待呢個聽證會完啦。但係有啲個別嘅事項咧，係啲事實嘅
擺咗你眼前啦，你已經可以睇到個事實出現背後嗰啲咁愚蠢、不專業同埋不負責，呢啲係咪應該可以講咧？譬如話頭先講我唔重複啦，呢啲唔使等聽證會完噶噃。咁有我睇到呢個議員話，喂，今日政府話有吸煙問題，佢聽日已經係禁止吸煙啦。今日啲網冇阻延，又出現即刻係有好多個階段去抽查啲嘅網啦。咁政府做咗咯喎。咁第一係唔係政府將所有今次聽證會出嚟嘅一啲有問題嘅地方都全部即刻好快做咗公佈俾你聽，而你呢啲事覺得我冇嘢好講咯，做晒咯都唔係啊嘛？但係事實我哋都講咗咁多啦，街坊都講咁多啦，係嘛？咁其次就係話作為議員按基本法，你嘅責任就係監察政府啊嘛。當政府一啲嘅機制、恆常工作、日常工作都出現咁多矛盾問題而攞命添，點解作為議員唔講啊？作為議員收聲啊？咁我就好問問題大問題咯。3種唔同選舉嘅方式嘅議員，你都有你嘅責任向你嘅選民負責噶喎。選委會向政府負責，功能團體向你功能團體啲人負責，直選嘅向你地區議員負責，特別係大埔區嗰啲，做咩唔講啊？喺立法會裏面都唔可以就頭先嗰啲問題提問，就呢啲問題作出個評論，甚至係建議，係咪有啲咩苦衷咧？我幫佢講埋啲苦衷喎。係，佢大佬啊，我係好難講㗎。又講得正面咁又話我擦鞋，講得負面，突然間又話我係唔知違反啲乜乜法。你見到咧，有人有學生要求4個問題就拉鬼咗啦，陣間有啲咩嘢又唔知話批評乜乜乜啦。陣間我你知咧，我哋背後啲選民啦，左中右都有嘅。我講得左，我右邊嗰個唔中意我；講得右左邊嗰啲唔中意我。我講中間啊，兩邊都唔中意我。哇！到時我連再選時攞提名都攞唔到啦，基哥。我聽完之後啫，我苦笑啦。呢個當然係作為議員就又係佢嘅職責啦，或甚至天職咧，就係為民發聲啦。基本法啊，要你做噶。大家都知道聽證會後嗰啲居民有咁多嘅聲音，咁多嘅意見同傳媒講，咁你身為一個為民發聲嘅議員，又點會冇嘢講咧？咁啊，即使個居民唔係親口同你講，你都可以喺各大報章度睇到啲居民嘅訴求啦。咁點解就真係冇嘢講咧？咁反而我哋都講咗咁長咧。咁呢個聽證會咧都係會持續進行嘅。咁啊，去到即係首階段，其實都已經公布咗好幾個政府部門嘅一啲缺失啦。我哋期望咧，即係除咗即係涉事嗰啲前線職員，即係有一個責任之外咧，整個政府部門咧都需要重新檢視翻自己嘅工作嘅守則啦、工作嗰個規範啦，係咪真正幫到市民咧？淨係方便佢哋自己工作咧，甚至係方便佢哋自己工作之餘，忽視咗公眾利益咧？呢個係我諗全香港市民咧都好關心嘅一件事。咁咧，我哋期望咧聽證會咧可以帶俾香港市民更加多嘅即係真相啦，亦都可以還原翻整件悲劇啦。我更加期望啲立法會議員，你按聽證會嘅真相去作出評論、作出建議、作出對政府部門嘅監察。冇錯，特別立法會議員係有呢個資源、有呢個職責所在去做呢件事。咁啊，我哋呢條片啊去到呢度啦，我哋下條片再見，好，拜拜。